重型奥拓派比赛是一项真需要技术的极限运动。现主是伫咧台湾是真欠相关的设备，不过有一群少年人家己装钱去学，就是希望台湾人也通伫咧世界比赛得奖。下暗7点半，公司台记台青春台的网要带大家做伙来感受这项比赛迷人的所在。全副武装、油门催泪，伫个严峻的声音当中，重型机车的车手伫咧赛道向前冲。不过，伫台湾并无符合排气量1000cc 赛车规格的赛道，嘛无相关正式的比赛。致使这项运动伫台湾一直无法度好好来发展。虽然是安尼，这点有共同兴趣的友志，也是家己出钱出力积极训练，要互台湾徛起伫国际比赛颁奖台。伫台湾呐，咱去赛车场算的成本是足悬的，报名费就1万块，啊，练啊万几块，爱开的话无可能爱3-4万。啊，阮某拢足支持的，阮某会甲我笑啊，讲啊，你拢几岁，你无爱去做，你要等几岁才去做。啊，这是一个梦嘛，要做伙有成就感，迄是爱大家做伙来。你说你行中，你莫行了伤内底嘛，莫行了伤开。车队成立到大，才先摆袂唱步，尽量甲大家分享经验。也若少年辈嘛愿意加入，因毋但要做伙实现梦想，而且要互更较侪人看到什么叫做正版的赛车极限运动。当然，你接近极限，你可能车就开始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。那其实这些都是透过阿纯或者 Eric 或者一些车队的前辈，他们跟我分享，然后我慢慢吸收。所以每次下来练习，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练习，就是整个团队就是要互相沟通。所以赛车就是一个团队的运动。车队为创办的成员、选手到技术，这几年的时间，成员之间的合作是愈来愈搭吧。除了去外国参加比赛，摕到好成绩，互其他的国家看到咱台湾，即嘛更较希望会当把这份公营载回来台湾。互政府、企业甲每一个台湾人，拢会当正确来了解这项世界性的极限运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